呢個時候，病人積極改善飲食同埋生活習慣係非常重要㗎。如果呢個時候仲成日食高糖、高精製澱粉，血糖經常大上大落，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嘅負荷，蛋白質又唔足夠，腸道嘅情況又差，咁身體就算想修復，都未必有足夠嘅條件去修復啦。就好似一間屋爆完水喉之後，你叫啲工人去整翻好佢，又唔俾足夠嘅材料俾人，結果咧點樣可以整得好呢？第一要注意嘅係減少精製澱粉質同高糖飲品，如白飯、白粥、精製嘅粉麵、甜品、糖水、餅乾、汽水等，改為新鮮嘅菜肉為主要嘅食材。肉類咧係高密度營養，買到有機嘅當然最好啦。盡量避免油炸同埋燒烤。唔太習慣嘅人咧，可以先用原形澱粉質嚟取替，例如芋頭、番薯、粟米等等。因為最怕一邊修復，一邊又處於過高糖分、慢性發炎同埋呢個代謝負荷嘅問題。第二，最幫到佢嘅係加入有助免疫系統嘅營養素。咁我用咗呢個配方咧已經20幾年，中間有不斷改良。原著係一位德國嘅醫生叫 Dr. Ralph， 我同時將呢個醫生嘅連結放喺下低，同有興趣嘅人士分享。後來有一位藥劑師咧，佢本身都係一個中醫教授，就將呢個配方優化，除掉咗原有嘅脯氨酸、賴氨酸、兒茶素同維 C 之外，佢加埋咗聚糖同埋好多嘅免疫系統需要嘅礦物質同蛋白質。我哋喺20幾年前咧就改咗個名叫 E-cell， 咁意思係 Essential for Cell， 最後係達至細胞好、組織好就器官好。呢個真實嘅個案，真正想帶出嘅重點唔係神奇嘅保健品，而係同時病人需要主動改變佢嘅生活同飲食習慣啦。人體嘅健康才會達至治本嘅效果。